哈利路亞，祝大家平安順利。嗱，日計今節講釋迦啲前年20節樣講到，係咪人就慘嘅爸撇咋嘅媽媽嘅計燈都暗黑，意思係講乜計？係咪人你世間你喺度就慘嘅爸嘅媽媽，呀個世間嘅路途冇光線，意思你行到暗嘅路。蘇敏記5:16咁樣講到，敬從呀爸爸及呀嘅媽媽，就係將上帝交出嘅命令本嘢，為了咩呢？為了你聰明，在世間裏啲耐水，在世間裏啲呀嘅身體，呀嘅健康得到安好，在裏啲世間裏喺度，上帝祝福你。嗱，係咪人要敬從家爸家媽媽？上帝講，家家嘅命令，要照家嘅命令嚟行。上帝講佢祝福自家聰明藝術，世間裏喺度，佢祝福自家。當然佢祝福自家要健康，要好嘅路，要順利嘅路，要福氣嘅路，要平安嘅路，所以自家世間裏行到，所以讓人自家去敬從自家嘅爸爸及媽媽。因為到自家嘅爸爸及媽媽，寫為自家圖自家睇，教自家讀書，自家變成聰明嘅人，變成要透露嘅身份。嗱，記得自家爸爸及媽媽攞自家嘅看顧佢，敬從佢，冇講冇隨佢。上帝唔合意係講自家，冇看自家嘅老人，講佢很有機會，佢很生在世間裏，自家係護佢好好，自家係祝福自家爸爸媽媽好好，自家熱天得到上帝嘅福氣，上帝祝福，阿們。